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大家头先就来报连载。伫咧台北市上山区某一个高中，今仔日爆出一个学生确诊，规间学校停课，下晡进行 PCR 采检。各中心所小妹所读的国小也进行预防性停课。中度风台产事发布陆上海上风台警报，暴风圈明仔载去扫到南台湾，拜六过头影响愈来愈明显。中华公路一台吊车因为出入来去缀着过路车，害着轿车内面2个人死亡。讲到台北市上山区某一间国中，伫今仔日逼出一个学生来确诊，规间学校停课，下晡进行 PCR 采检。来讲到这位国中生，以小妹所读的国小也来进行预防性的停课，目前采检拢是阴性的。不过，这位国中生所接触过的人，拢要进行隔离，竟然有上百位，市政府是唔敢大意。另外，也有2位老师甲染病的中风师傅，拢捌去过一间诊所，互医生看诊，学校也拢进行预防性停课，进行采检。全校600多学生伫学校门口等做 PCR 采检，台北市政府安排防疫巴士做采检站。副市长黄珊珊指出，采检结果上紧7早暗时就出来。这样细致是因为学校内底有1名学生确诊，因为要到本校的校队，所以学生有跨区就读的状况，是有胸口不舒服。我们在过去7天呢，确诊例是3个，其中2个是不明感染源，所以如果纯粹只从数字上看起来到底是我们台北台没事，还是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这确诊的学生不只是骹球校队，要去小型家教区，相关接触者居家隔离人数超过100人。目前感染源要调查，不过伊阿嬷住伫棒球。黄珊珊指出，无排除有地缘关系，因为他的外婆住在板桥。然后他这次也是不舒服，到板桥的医院去做采检，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不能排除他的地缘关系。这个匡列的人数比较多，因为他同班同学就有29位，再加1位转出去的孩子，那还有足球队的19位的学生，那还有他自己的其他接触的这些相关同伴的接触者的同住家人，目前都有100多位。黄珊珊表示，目前台北市确诊的就是这个国中生，另外一间国中有学生捌甲伊接触，也已经停课。也有读国小的小妹，采检结果是阴性，有关乎教育局唔敢大意，优先劝导共区迄个18间补习班甲安亲班有风险停课1天。未少家长拢接到通知简讯，该做线顶上课，600多学生受影响。佮加上文山区2个老师甲确诊者行踪停塌，这波疫情也影响台北市4个行政区12间学校。主要它是跟我们的确诊者，他在同一个高风险的区域里面有比较长时间的在同一个场域，这个部分我们才会列为我们看过相关的监视器，才会列为所谓的居家隔离者。那个地点大概就是在诊所。确诊的文山区中风工人目前被列为感染源无清楚，甲伊行踪定态2个老师采检结果是阴性，医院爱隔离14天观察。受影响的文山区国中甲幼儿园有风险停课，3人共款去看病诊所，医护也被扣列。另外，根据台北市的统计，7早有4339个学生，差不多1.34派学生请防疫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仔日，国内有2个本土病例，加5个人带病入境，另外也有1个死亡个案。咱继续来关心到这幼儿园相关的家庭群聚感染案，伫咧邦桥一间指挥中心表示讲，经过判断，应该是埃及爸爸传染予伊的母囝，拢是感染到Delta变种病毒。来讲到境外病例部分，竟然出现过 AZ 加Moderna疫苗拢有做过了后，也是感染的个案。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讲，伫今仔下晡有搁再有45万8000吨的 AZ 疫苗送到咱台湾啊。预告疫苗来到台湾，咱国家去买 AZ 疫苗，7月8号下晡3点外，由华航载到桃园国际机场。这批疫苗有45万8000剂，效期到今年12月31日。完成检验了后，会提供给民众来做。到现在我们购买的AZ 疫苗现在到达是372.7万剂，这是第8批。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新增加2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台北市甲新北市各1例，调查也伫进行中，要找出感染源。另外，确诊个案内底新增加1例死亡的病例。松山区的一个国1的小朋友，
那另外，他整个那国医现在已经进行相关的一个需要的一个停课。他自己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妹妹是读国小那目前好像采检是阴性。最近一礼拜，境外移入病例基因定序结果也公布有14例变种病毒的病例，其中13例是Delta变异株，内底有5例是完整注射疫苗了确诊。大致注意的是，有1例是注 AZ 加莫德纳，是国内侦测到的头一例。注无共疫苗了后出现突破性感染Delta的病例。分别在4月打了 AZ 的1剂，然后8月初打了1剂的莫德纳。那这个也算是我们国内这边侦测到首例这个混打之后出现突破性 Delta 感染的一个病例。另外，新北幼儿园互相烧的事件，基因定序结果发现，埃及爸爸的太太甲后生2个人拢是 Delta， 应该是出来的人互相烧的。即阵总计有超过1196万人次注射新冠疫苗，疫苗注射率是46.62%。这次人口的比率是50.96%，并且是增加4例疫苗注射了后死亡通报事件，其中3例是 AZ， 1例是高端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1个本土病例，市长侯友宜表示，讲这个个案和幼儿园是无牵连的。另外，新北市卫生局也公布埃及爸爸和因太太2位埃及兄弟所去过所在，因为去过山区大卖场、甲便利商店等等的所在。来讲到幼儿园的群聚感染部分，目前暂时无新增加病例出来。新北市七十增加1个本土确诊，这深坑个案是达31.2，科内接触者13人，捌去过菜单、面包店、深坑爱心天使站，是毋是甲幼儿园染疫事件有关联？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无关系。他本身因为有疾病，所以要到医院就医照胃镜，之前就特别做了 PCR， 检验出来是31.2。新北市也公布指标个案，埃及爸爸甲太太去过全家便利店、家乐福、妇幼用品专卖店。外界关心埃及爸爸甲2名确诊的兄弟疫调结果。新北市卫生局回应，3人是家己开车到规个县市山区做小型工程，工作时阵无其他人。另外，邦桥一个社区大楼染疫风波，到70早起采检813人 PCR 拢是阴性，不过有儿童主妇囡仔出现发烧，采检了后 PCR 虽然是阴性，不过大家拢真烦恼。那如果有孩子在这个时候是有症状的话呢，我们会建议要尽速的就医。当然，我们这附近呢都有提供随时的这个设筛站，民众有疑虑的时候都可以去筛检。新北市幼儿园群聚案件27人确诊，70无新增加的确诊，扩大科内采检1454人，全部拢是阴性。我们希望在扩大框内采检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控制疫情，让疫情能够稳定下来。新北校园迎战Delta 13校5210人有风险停区，采检阴性了后，伫70恢复上区。只剩3校2749个学生甲11间补习班继续有风险停区。针对 AZ 疫苗第2期，侯友宜宣布要用双轨制，15就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气象局伫今日5点半已经针对强度风台产数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了。气象局表示讲，主要的影响范围是伫咧东部、北部加部分的南部地区。气象专家也讲，产数的暴风圈会先挖到南部地区，应该是拜六过昼了后影响渐渐变大，一直到礼拜暗时影响上界大。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有强阵风加长影发生，台湾县政府也伫70发布禁止公告，提醒民众唔通去危险的所在看海影，要派人巡逻考劝。如民众擅闯管制区域，经劝导不离去者，可依灾害防救法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产数风台脚步愈来愈瓦近，目前已经每点钟17到1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过来。暴风圈已经挖进巴士海峡，气象预报员是讲，依照目前路线预报，下晡5点30分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而且风台的暴风圈在礼拜六可能就会接触到南台湾陆地。即将在明天的中午呢，它的暴风半径呢就会涵盖到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屏东这些区域也列入我们陆上警戒区域的范围之内。
气象局表示，礼拜六影响上大的所在包括着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可能出现局部性大雨还是大水雨。其他所在主要是午后落雨为主，愈暗雨会愈明显。气象专家是讲，最近这几年已经真罕的有强烈风台侵袭台湾。最近一届强烈风台是2016年的尼伯特风台，迄个时阵造成农作物的损失超过9.6亿。这届灿数风台呢是定了，对台湾影响真大。我们很久没有经历过一个强烈台风侵袭台湾，当然它接近台湾的时候，有可能会稍微减弱一点点，大概是中台的上限加接近强台的下限这样的一个幅度。气象专家是讲，风台路线预测会打台湾的东部外海行，不过环流会受到地形的影响，特别是中央山脉，到时阵可能伫花莲也是向北淡薄的宜兰附近定了。而且拜六甲礼拜影响上大，全台湾拢是大伫风台范围内，落雨真明显。而且礼拜东半部地区甲北部地区有停班停课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强度风台灿数伫要来，咱千万唔通挂无受牌。即个民众赶紧甲即个产力的菜色收成，也真像玉山的所在，白云山庄是拄开放，所以因为风台的关系，宣布无要接待民众。来讲到东部业者是烦恼讲，即风台会损断因的仓库看板，也拢先甲即个看板拆落来咯。工作人员出动吊车，甲店面的大型看板拆落来，因为灿数风台愈来愈晚，花莲一寡业者赶紧请人甲附近车路的广告篷布、看板拢暂时拆落来，以免发生危险。海洋公园嘛是同款，烦恼讲风伤强，赶紧甲25公尺悬的摩天轮车厢拆落来，刷到平地来扇风。我们为了整个财产安全以及游客的安全的着想，所以我们今天先行把它做一个拆卸，以防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会发生。等一下休息一下，然后东西准备完之后再直接撤退。哦，好，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几落个正无简单，才排到白云山庄的山友，大入来的机会又阁无去啊！原本玉山国的公园管理处为初10才有条件开放山屋，不过开放头一天就拄到风台警戒，只好公告禁止入园，也派员劝山友离开。为了安全，山友原来配合落山，等待后一届来带。这届灿数风台是强烈风台，台东富公渔港的渔民赶紧到渔港，用缆索甲渔船互相绑好岸。大部分的渔民也将船赶紧开入来港扇风。好，捡到啊！大家拢钓起来了，大家拢钓去边去。伫东海岸东河乡所种的文旦柚，农民已经开始抢收啊！这2天也抢收7-8成。只不过甘蔗类的稻菜丁年底才会当采购，即马拄到风台威胁，农民会当做的防范风台也真有限，敢若当祈求灾害较少淡薄啊。同款经受影响的还佫有分林沿海的这渔民，趁这2天先将外海这蚵仔先送转来。中秋要到啊，有收较济无？有啦，有收较济啊，但是风台若来散了，就少到100杯啊。当地蚵仔农是讲，今年蚵仔量受到前一届落大雨影响，整体收成量较输往年同期。目前蚵仔的价销维持伫每台斤160至180，因为中秋有需求，为了避免损失，蚵仔人赶紧出海抢收，希望收偌济算偌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非洲猪这病毒已经传到咱台湾啊，关务署表示，对8月23开始，若准是对越南、中国这寡疫区进口货品，拢会逐件检查。到目前为止，有发现到69件，总共118公斤对疫区进口的猪肉制品，也已经有2间业者去互停业处分啊。边境变成非洲猪这猪肉制品入侵的破口，关务署为8月23号开始，为疫区越南、中国等国家入来的货品是逐批来加严查验，嘛袂当并带来通关，但嘛是有业者继续来违法，为这疫区快递猪肉制品有69件118公斤这么多，关务署要祭出停止营业的处分。大概会有2家，大概最近会给它停止营业。那停业的话，我们会根据它的案情的大小，我们会给它停10天，可能停20天，停1个月。关务署指出，国内越南渔港有需求，加上有利可图，嘛受业者透过网络来卖。农业会嘛承认，边境要100%阻止这疫区猪肉制品入来，困难度非常悬。就算抓到，嘛无一定会当动发，因为有的民众会讲，唔知影有这产品寄过来。你如果是网络订购的哦，你是自己是订购人，你可能有违规的一个情形哦。那你如果是亲友寄件的，他可以说我不知道。
边境100%封堵的挑战非常大，农业会讲一定要继续防守国内防线，除了加强查越南等移工的商店，喷市场嘛是最后一道防线。副主委黄金城表示，未来1礼拜是关键，若国内市场无发现病毒，会当研判达到初步封堵的效果。有关禁止喷市场的政策是毋是要来延续，估计是会伫后礼拜3进前来宣布。记者林俊王德新台北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公路总局今仔日伫咧中华公路台北线117.5公里的所在进行山架工程，所以因为这个开放通车通行的这个短10分钟内，就发生施工的吊车对山架出落来，去逮到一台轿车，害车顶2位旅客当场死亡。这个工程意外事故原因目前也正在调查。头前的吊车雄雄失去控制，加速向后边倒路，民众看情形赶紧逃走，吊车并落山坎。在匡庐隧道的东侧，这边施工地点发生的公安意外。现场车辆也有弄甲密密麻麻，有民众刀伤未负，当场死亡，家属坐伫涂骹口。他车杆子都已经放下，他在收他的脚的时候，结果他脚收起来，可能是那个气压刹车有问题吧，结果他就倒车。这个公安意外是发生在中华公路台北线关关路段，公路总局车站中道执行山坪的灾害抢修，因为道路正下，工程单位实施正点管制。迄个时阵施工吊车无侪人，暗过车雄雄倒路，造成后壁4台车拢做毁。头一台白色的轿车，一家伙仔4个人看情形跳出车外，暗过妈妈甲第2个查某囝闪袂赴，去互吊车弄着，吊车弄一个无在嘛变为山坪。因为在今年的6月有一个豪雨，然后造成上边坡的一个坍塌那这是一个灾害抢修工程，车辆放行的过程中，那不明原因，那吊车已经溜逸其中一部车辆的一对母女，因为闪避不及，然后遭这个大型吊车撞击，员警到达现场之后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我们依照刑法过失致死的罪行来侦办。2个死者甲家属拢是住伫花莲，同日去清境农场佚佗，结果开车行中园要转去花莲的时阵，煞拄着这个灾厄。泰鲁阁公务段是讲，事发当时吊车已经收机条司机嘛落车准备食饭，吊车就雄雄向后壁倒路，弄着后壁被管制车辆。监线人员到现场采验相关事情，对吊车无人坐，哪会倒路？现场施工方法是毋是有疏失？也甲施工地点是毋是甲车辆有保持安全距离？种种疑点拢有待相关单位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线西这个所在，因过乡镇内面有8个村，这个村长内面有6位是因为去涉嫌着机关选举受人诬陷去互起诉。这6个村长内面有5个无要认罪，就被官司判决要剃度公权3年。不过村长的这部什么人来代理呢？竟然是村长的太太来代理，这个行为也引起地方的争议。2018年9合1大选，彰化县县市的政绩员顺利当选，不过被查出伊的爸爸伫山西涉嫌买票，被判当选无效。6个村长互检方认定涉嫌收钱起诉。应该是叫阮提起互这个认长存迄个文献的啦，伊就讲阮是迄个车工迄种掠紧，一直讲，我毋知也无甲分析个。利用村长要去叫连长落去做这工具啊！我感觉是讲，你是要利用我的公权力处理个人的利益嘛？彰化线西乡有8村，其中6个村的村长被认定收钱，其中下个村长行政缓刑，因为被剥夺公权。去年底完成补选，不过另外5个村长坚持上诉，也被判刑1年10个月，拢被剥夺公权3年，目前拢在缓刑当中。不过因的职务拢是由村长的太太来代理。就是用的啊，但是嘛是因共口头去做的啊，用迄个因家大，搁去后一家搁因家做嘞。那么最主要也会考量到我们地方的服务性啊，所以会有这些人选来派代理。乡公所表示，保这款一些熟悉地方甲人脉人选。关副市表示，尊重乡镇公所对村里长执法的派人代理权。现行法律规定中并没有针对代理人的部分有特别的琢磨，乡镇首长可以自行考量，依行政裁量权来指派。
官府甲公所拢表示，一切依法行政加派进代理，也请警方加强督导。毋过，这乡镇只剩2名村长无被判刑，也引起地方未少议论。记者综合报道。审计部最近有发现到有民众伫咧真鱼内面，这个钓发票是钓2000几解，而且拢是买这金额较细物件，而且是买真济解，目的就是要摕到真济发票。针对着这款的情形，财政部最近也预告要修正统一发票的对奖办法。针对这款一直摕发票对奖得奖的民众，若是甲对着了后，拢会甲这奖金全部讨倒转来。帮你拍2张发票。买2个物件，调工要求店员分几日介绍开2张的发票，希望摕悬发票得奖的机会。不过，伫高雄有一个民众更加喊过，到各大卖店超商，2个月来一直买1块塑胶袋啊，甲2块的白包袋啊，摕到5000张的发票，结果30张的发票得奖，得8400块。是作弊的方式，买那个袋子1块钱，那就可以有1张发票啊，那可以连续买10个。那就有中奖机会了。如果被他们中奖，我心里就觉得很不平啊。审计部最近审批财政部赋税署2019年11月到2020年10月6期发票领奖的清册，发现有64个人得奖的次数超过100摆，也有2个人得奖的次数超过2000摆。该换算来，估计摕到发票有40万张，等于讲平均每工会使摕到超过1000张发票。发现这得奖机会真悬的人，拢买真侪1块的购物袋啊，也是各种小额支付洗发票来赚奖金。加油就故意加10块，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刷很久那样。中奖率那种还是看运气啊，也不一定要那样子洗，那样也不对啊。那只是说以前我们可能在其他的通路来讲的话，我遇过1箱铝箔包24罐，他要求才24张太大，对，那个就比较夸张一点啦。财政部进前有个统一发票集奖办法第15条修正的草案，暂定以无合上归交易也是付款方式，分散摕到大量小额统一发票的人袂予奖金，已经领到奖金的人，所下列主管、稽征机关应该发公文把这个奖金入转来。不过财政部赋税署只是发声明讲，即阵伊还在有过期收集意见，也未正式来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全世界大代志。讲到阿富汗的喀布尔有一间报纸社，有2名记者因为去采访俘虏示威新闻，却去互塔利班压走，落尾甲这2位记者苦毒动刑。塔利班进前是声声句句讲会尊重女性甲媒体，不过这声说是讲会到，做袂到啊。身躯拢是乌青，因只是做记者本分，所做着酷刑处罚。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对新闻工作者开刀。路透报道，喀布尔当地报社2名记者塔奇甲尼迈特因为采访俘虏上街路示威，中途互人压走，随去带到警察局，用棍仔拍，佮用皮鞭、电线术。对照进前塔利班承诺会尊重媒体，因讲是扇家己的嘴皮。نزدیک به 10 دقیقه می رقم 7-8 نفر به جان ما تا که زور داشتن میزدن، این با آخرین زور خود چوب رو بالا میکرد میزد به جان. بعد از اینکه بسیار ما رو زدن دیدم که از حال رفتیم و یعنی ما کاملا بی‌حال شدیم. ما رو از اینجا بالا کردن بردن که زندانی کنن یا که سلولات به اونجا 100 نفر دیگه برد. 进前塔利班讲会尊重女权，不过爱符合伊斯兰的律法。澳洲媒体 SBS 电视台播出一段采访塔利班官员的影片，正是因为禁止女性做会露出身体运动。غرض چې اسلام پالو سي اسلام تطبیق سي او موږ تر خپلو اسلامي اصولو全明显讲话无算话，塔利班议员一家寻求国际承认，包含爱英国的外交官登去甲喀布尔上班，又急要修复甲各国的关系，高中开大使馆，这互代表国际秩序联合国限制两难。反正当地阿富汗数十亿资产无要互塔利班动用，恐惊互更较侪阿富汗人限制散车甲摇机。联合国阿富汗问题特使李昂呼吁，爱赶紧找到方法，互金钱赶紧流入阿富汗，防止经济甲社会秩序全面崩盘。Naturellement qu'il faut maintenir avec les talibans un dialogue avec des principes.
另外，伫塔利班的配合之下，一架载美国公民甲其他外国籍居民离开阿富汗的包机，已经平安降落伫卡达首都杜哈。这是美国结束阿富汗撤离了后，第一台继续撤离外国人的班机。机顶差不多有113个乘客。按算同款的撤离行动了后，医院会继续进行。公司新闻林浩如报道。伫咧20年前911恐怖攻击事件，美军有掠到一寡恐怖分子，到打过39个，去互关伫咧古巴的美军基地遐。迄因为疫情关系，军事审判已经延后1年半咯。伫这个月初7的时阵，中心开庭审理，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关塔那摩的军事法庭初7重新开庭，审理盖达组织高层领导911恐怖攻击的主谋哈利德·穆罕默德，也甲其他4个嫌犯，互人控告密谋攻击百姓、谋杀、劫机，也甲恐怖主义的案件。5个被告互人关15年，这个案拖9年。审理的军法官换8个。辩护律师也希望这个案为2019年2月中断的所在开始继续，也就是5个被告，伫2002年至2006年中间，互中央情报局 CIA 羁押所收到的一寡刑求，为这对检方的证据提出质疑。审情听证才进行2点半钟，就因为军法官麦克卡尔上校的资格问题中断。卡尔上校是伫去年互人指派担任主审，互人发现无具备审理911的案件所需要的2年经验，再加上辩方甲检方对机密证据的立场差真济，这个案要进入陪审团审议甲定罪阶段，可能也真久。If it ever goes to trial, it will be a jury of military officers who decide its fate. It's a death penalty case, so in theory, these guys could get the death penalty if convicted. Will we ever get to that? We don't know. This thing has been dragged on since May 2012 in the pretrial stage. There have been 42 rounds of pretrial hearings. 911恐怖攻击发生了后，小布希总统以反恐怖战争的名义，伫世界各地来掠这恐怖分子，佮选定古巴的关塔那摩美军基地来做加禁中心。小布希下令关伫这个所在人，无受到美国法律甚至是国际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也就是什么法律权益拢无。加禁伫所在这个规模为2002年1月20人到780人。按过代志调查了后，煞发现一寡被加禁的人根本甲盖达也是911无关系，所以就点点将因释放。这人为人生10年拢封关伫监狱内底。算起来，小布希政府任内拢总释放532个人，奥巴马政府释放197个人，川普是释放1个人。即马拜登政府时代，也有39个人封加禁伫关塔那摩。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made a big effort to close it and just wasn't able to do it. They weren't able to get it over the finish line. They made a lot of progress. They got close. They reduced the detainee population, but they weren't able to close it. And that is essentially where Biden has it now. Like, can he get, the ball all the way down the field? Like, he's got 39 more detainees. He's got to figure out what to do with them. 拜登政府的态度是要永远关掉关塔那摩基地。国会方面原来有配合的迹象，取消禁止国防部将关塔那摩的嫌犯转移到美国本土的限制，也加紧中心明年度的预算经费。啊，不过进前真侪捌关伫关塔那摩的嫌犯，登去阿富汗了后，煞变做塔利班的首领，恐怖主义加反美活动的威胁又搁起来。关塔那摩加紧中心的关门计划也变得更加麻烦。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9月初9是北韩的人民政权创建日，遵照英国惯例，伫咧金日成广场会举行阅兵仪式。不过，这回因无提出大型武器，所穿着化学防护衫的队伍。北韩官方媒体表示讲，这是代表正人团结，要强化防疫的决心。对高声节奏接受校官的队伍，通过金日成广场的阅兵台进前，向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敬。由前苏联甲中共抱起来北韩，伫1948年9月初9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天也被定做人民政权创建日，相当其他国家的国庆日。接受校官的部队以工农赤卫军占大部分。1959年成立的赤卫队。甲中共的红卫兵无共，赤卫队负责民间防卫，算是准军事组织。2010年升级做赤卫军，外界有股的兵力规模差不多是390万到500万人。主要的武装拢是轻型的步兵武器，上侪有少数的防空炮、甲导管火箭。
所以参加阅兵典礼属于朝鲜人民军正规部队的大型飞弹无伫内底。主持阅兵的金正恩外表看起来比进前公开露面时阵善一丝仔。韩国中央日报认为，金正恩应该是减肥成功，佮有效维持健康状况。外电报道的另外一个焦点，就是这个申请甘马式生化防护衫的部队。日本 NHK 电视台引用北韩劳动新闻的讲法指出，为民兵组织甲国营企业、各单位拢爱动员起来，投入公共卫生甲防疫政务。这批部队出现伫阅兵当中，都显示安尼政策。NHK 报道表示，阅兵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伫严重疫情当中鼓励民心士气。北韩面对新型冠状病毒，各项数据拢互外界看无。不过，北韩早伫去年1月，就完全下令将国境关起来，甲中国边界拢袂当通行。延到今年东京奥运，北韩也主动退出。对联合国、甲世界卫生组织 WHO 等机构主导疫苗分配机制 COVAX 计划分配300万剂的中国科兴疫苗，北韩第一时间拒绝接收，表面上理由是应该先让予其他疫情更较严重的国家。外电报道指出，北韩7月以副作用为理由拒绝接受分配 AZ 疫苗，不过俄罗斯的斯普托尼克疫苗，平壤当局反对党是较有兴趣。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针对日本福岛核能废水排向大海的问题，日本已经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会伫22月派安全性评估的调查团去到现场勘查。日本按算对2023年3月开始要排放核废水，排放了后也会继续监测安全性。日本福岛发生生意核灾了后，因为大港增加核废水伤济，都存的桶仔空间特别用完啦。正决定要甲透薄的核废水，为2023年开始排放到大海，引起中国甲南韩烦恼污染到海洋来抗议。因为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支持日本排放核废水的计划，嘛表示这甲其他所在处理核电厂废水的方式真相同。为了检验日本制定的相关计划 ，IAEA 组织了专家团队到日本勘查排放的计划。With safety and transparency as central pillars of our review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water release. The agency is strongly committed to ensuring that the review is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and that the results are conveyed clearly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这是 IAEA 头摆对日本核废水排放计划进行审查，毋但到现场看福岛核一厂的状况，佮甲当地专家讨论相关的技术细节。不过，嘛会加入中国南韩的专家专程参与安全评估。而中国外交部进前嘛对日本的核废水排放提出警告。日方应给予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配合，包括就所有可能的核污染水处置方案选项进行充分协商，在数据准确性和处置手段有效性等方面接受监督核查，在同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前，不得擅自启动核污染水排海。日本核废水排放计划有国上境会为2023年的3月开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嘛，伫8月25公布了排放计划，会建设一条海底泵坑，到距离海岸边1公里所在，将废水排放到大海。因为附近各国拢烦恼废水流到大海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嘛引起渔业团体强烈反弹。对此 ，IAEA 表示，未来会有调查团继续伫当地进行调查，检验透薄了后的废水排去大海的安全性。公司新闻台是唐编译。今年的核能安全演习这2天开始了，也因为北部地区疫情当日严重，取消民众的防护演练，而且这届演习设定在疫情期间发生核能事故，也用分区分流的方式进行，避免人员群聚。弹一秒停一秒，连续弹25摆。一旦发生核子的事故，伫电厂周边的民众就听到警报声音，巡回广播车也会随出动。核能电厂发生事故，有可能放射素。万一若是无及时听到，在地民众会收到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信息甲手机的简讯。今年核安演习实兵的演练，这2天在核厂甲金山区协会头前来进行。实际上是地动火山甲核子的事故斗阵来发生，不过受到新北疫情相关的冲击，室外集会袂使超过100人，该采分区分时分流来进行，避免伤侪人做伙。其实疫情呢，也是复合性灾害的一种。
就算一旦发生核子事故，也没办法说因为是疫情，我们就不进行抢救。其实早起是演练陆海空气的环境辐射侦测，海域部分由海巡署出动巡览，到陆海水储油器，结果最后续检测确认是不是就是污染。空域受空军总队派出直升机进行大范围的辐射侦测，另外也搭配无人机紧急来出动。可以立即的进入我们人员无法进入的区域，像是道路中断。陆上由国军负责电厂外口8到16公里辐射侦测，高污染的所在也是出动无人的履大车，结合辐射质量评估系统，加上陆海空侦测数字，对着真紧找出污染的所在有帮助，提供民众防护甲避难的参考。今年演习进程，新冠疫情本来较热，有个雄雄来庆关，只好赶紧来缩减人数，取消民众防护项目，改用应变人员的演练为主。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去视察空军的飞弹指挥部，也有军备局生产制造中心，加海军舰队指挥部，是因为后礼拜就要进行汉光演习吧。蔡总统也讲，爱互全世界看到国军保卫国家的决心。为了要给飞弹部队更大的支持，我们在2017年开始推动建图筹获、推动建案。筹获机动飞弹车组，并且在历经半年的成军训练后，成立了我们的机动特工队。那么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汉光演习，也是我们特工队第一次参与汉光演习。我要请各位务必全力以赴，让全世界看到中华民国国军保卫国家的决心。总统蔡英文特别感谢国军协助防疫和救灾，也特别讲到高科技的飞弹部队机动性真强、稳重性真悬，是真重要的角色。蔡总统也呼吁国军要爱尽全力演练。昨伫咧台中大艺有里长、连长上百人去南部游览违反防疫规定，想袂到伫今仔日佫逼出伫咧台中市有一间国中。也有175位老师甲学生去南部户外教学，阁去3天2暝，人数也是违反防疫规定。学生伫咧镜头前欢喜毕业，台中市北势国中3年级举办3天2暝户外教学，来高雄基丁、游乐园甲屏东垦丁佚佗。7个班师生总共175个人，用餐虽然拢有假帮每回做，但是却是违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告的室内上限80个人。消息传出来，民众议论纷纷。是比较不适当啦，万一如果说真的有疫情的话，当然是这个是比较不 OK。但是因为学校都已经安排了，那你说大概在室内的话，一起用餐是可以有解决的方式，是可以分批的啦。台中市防疫规定比全国更较严，8号市府宣布学校1个人确诊，全学校停课。但是9号马上传出大雅区里长、连长134个人出游，现在又各有高中户外教学的争议。校方现在是赶紧分流营运，每一个景点活动拢以1个班为单位，人数大约20至28个人，用餐时室内80个人为上限，分配来食饭。剩下的行程，我们都是以这个分批分流，然后以班级活动的方式进行这样子。那我们就是一个班大约都不会超过30人，我们大概有20到28人左右。本局会行文纠正该校，并且函文各校，要求各校依照组团的人数的规定呢，去办理户外的教学。务必请各校落实做好相关的防疫规定。台中市新闻局表示，各级学校举办校外教学，无需要向教育局汇报，所以目前也搁伫咧调查有偌济学校准备出团。不过，根据教育部国民中小学办理户外教育实施原则规定，校外教学计划必须要送教育行政主管机关备查。台中市府的掌握敢若慢半步。记者台中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一寡大学已经宣布讲，开学一开始的前3礼拜会实行线顶教学。不过，想要搬入去宿舍的学生要安怎办呢？每一间大学拢有规划，大部分都是10月中过后，才让学生返来宿舍。伫咧开学前3礼拜，大师大改做线顶上课，学生囡仔甲物件搬去宿舍了后，空虚势就准备要返故乡啊。改线上，在家里上也可以。
疫情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影响？就是让你觉得干脆赶快先回高雄这样？当然有啊，就是台北比较危险的感觉。在台北如果不能去人多的地方，那还不如就直接在台南就好了。台师大决定9月2日开学了后，前3礼拜试行线顶上课，一直到10月13。学校表示，包含心理学的学生，9月12到10月12这段期间，拢会当搬入来宿舍。另外，伫咧花莲的东华大学也实行3礼拜线顶上课，10月12学生才会当入去宿舍。因为学生要入宿舍，他主要来花莲的话，他买那个大众交通工具呢，就是火车，就2个星期，所以也就尽早通知学生，在2个星期之前做提前的一个通告。台湾大学今年有4000名大学1年的新生，超过一半要住宿舍。本地9月14就会当搬入来。学校即马是甲时间延后到10月2到10月12，而且也着爱分配搬入来。若准备提早搬入来，就要另外做申请。也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会较慢发作，学校也当咧讨论境外学生入去住宿舍进前，敢要做快筛或者是 PCR 采检。境外生14+7之后，他如果入住宿舍。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让他们，就是先到医疗院所做快筛，确定阴性才能入住。台大表示，目前要是入去境界，台北市也有出现病例，学校会根据疫情做变化，随时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竹的台湾老街，则因为疫情稳定落来，有民众回来行踏，想未到桃园有确诊的技术，进前捌来过台湾老街，也害这生意又搁败落去了。冷清清的新竹台湾老街，放眼看过去，无几个游客。做生意的摊商嘛，应该开始算手机啊，因为确诊的桃园技术进前来过这，游客人数受真大影响。是希望我们内湾恢复我们以前的面貌，以前的那个人潮。9月其实是我们内湾一个旺季，因为很多学校会来内湾，例如说做校外参观啊，或毕业旅行等等。对，现在都已经完全就是看不到这些学生。摊商讲，其实疫情境界对3级降做2级了后，台湾生意有渐渐恢复，想袂到才无偌久的时间，即马又搁受到疫情的冲击。疫情爆发以后，我们知道确诊机师来过内湾，我们发现到人潮啊，就更比往日就少了多一点了，又更少了。然后，现在大概零零星星的散客，这样看起来，真的大概只有巅峰时候的1/10啊。虽然新竹县政府已经派环保局来台湾完成消毒，不过游客心肝内嘛是会惊，摊商无奈表示，真正得要做袂落去啊。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受到疫情影响，观光业继续无生意。交通部打算要搁再投入20亿的经费，针对着旅行社、观光旅馆进行薪水补贴。若准是个人的导游、领队、计程车司机等等，会有1万块的薪水补贴。不过，观光产业自救会认为讲，咱国内有70%以上的旅行社拢是进口出国带团，若准边境无要开放，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疫情冲击交通观光业，业者一直活动袂调啊。即阵交通部规划，要对特定对象，搁再提供1个月纾困，包含观光旅馆、旅行社依照员工人数，予伊薪水的补贴。若是无头家领队、导游、游览车的司机、公租车代开的司机、客运车司机等，是予伊个人1万块的薪水的补贴。总经费大约是20亿。即阵等待行政院确定了后，就会定案。还受影响比较大的游览车司机、计程车司机。还有包括代雇驾驶，还有包括我们的导游领队了1万块的这个补贴。那过去我们对旅行社事实上连续已经补贴18个月了，也希望他能够开始提出一些比较好的优质旅程。随上对疫情爆发以来，旅行业已经连续18个月防限制组团出国。政府虽然对去年4月开始纾困4成薪水，央个补助已经伫今年7月结束。虽然政府会启动产业振兴，交通部希望相关业者在开发1个月纾困补助了后，应开始转型规划。国内旅游的优质的行程也变得有算来做鼓励。不过，台湾观光产业自救会是认为讲，国内7成到9成旅行社是挖靠出国的收入，即个国境无开放，袂用出国，后家甲新路拢只好移境落去。台湾的人呢，10个人出去玩，9个都自己出去，只有1个透过旅行社。那台湾地方不大，
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你说要5倍券振兴，会拿到旅行业、旅行社来使用的几率是少之又少。主计会认为，台湾对旅行业的纾困拢是真慢，而且政府一直无加列国际疫苗护照，互国境开放是遥遥无期，预计会使9月12。不管安怎，也要行上街路来抗议，希望政府在振兴的同时，也应该对观光产业继续来纾困。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阿东病院伫今年5月8发生院内感染，因今仔日也特别分享讲话经验，也讲到面对Delta变种病毒疫情当咧紧张，根据着因英国经验，上界重要的代志就是爱尽量维持这个病院量能，唔好互医疗放半去。手下写着平安2字的书法作品，疫情当咧紧张的时阵，这是真侪人的希望。今年5月双北3级警戒，伫阿东病院捌发生过医来感染，车集因分享迄当阵的应变措施，慢分享公共卫生经验。在匡列的过程中，我们的医疗量能本来就会下载。在疫情爆发的时候，不用我们说，中央已经公告了，医疗降载。降载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腾出多余的空间。然后去盘点所谓的社区的需求。区管面认为，各部门的沟通也真要紧，安尼才会当确保大家拢得到上完整的资讯。另外，中心分配病院的资源，嘛是医治病院运作当中真重要的。急诊室的检伤中心筛检站放到集中检疫所的第一站，病人不对，马上到医院去；好的病人，马上把它收到我的集中检疫所。我们把平板拿来当虚拟护理站，总共看了700个人次的一个诊次，然后病人的数据，我们的护理师上传，我们可以在医院的住院系统看到病人及时的状况。区管面认为，过去台湾案例较少，活伫平行时空，即马面对着Delta病毒，已经有过去的相关经验，会有关防疫准备。上重要的是医治病院的能量，才有法度继续服务社区防疫。记者郭不军随台北报道。中秋伫要到啊，加上即马有风台要来，有真侪物件拢已经伫咧起价。亲像台南即个温啊，因为进前着大水雨，造成这蛤蟆、蚵仔大量死亡，山地价销也拢已经起来咯。另外，这2天菜色价销嘛起差不多2-3成，农民是趁着好天，赶紧甲即寡菜色收成。菜园内底6-7个工人，对透早5点开始，就无用咧挂菜。趁好天，赶紧甲遮尔水的应菜采收，若无连面风台，搁要来啊！先加减采收啊！这今仔日准备要收偌济？啊，唔知就报偌济算偌济。主管农会原底拜5菜色无进货，嘛是听到搁有风台的消息，农民挂偌济，农会就收偌济。按算拜5菜色进货量有2吨。这2日来的菜，因为还袂足济。听到风台要到，所以农民有这种预期心理，包括做生意人，伊嘛拢会加减囤货，所以价钱拢加减价2-3成拢有。其实顶到风台大好了后，菜西专区福建的菜才差不多会当采收，菜价嘛当咧回稳，想袂到即马搁起2-3成。另外起价的搁有海产。七股遮堆敢若树山的蛤蟆壳，拢是因为顶个月大水雨受害。整个七股区来说，死量大概是有30-40%，现在目前产地价大概涨了20%左右。这样大部分拢开嘴呀，拢死呀。七股的蚵仔甲蛤蟆是因为落雨，阮仔海水的盐度无够，造成死亡。产地蚵仔即马一斤起到140块，后礼拜中秋恐惊阁会阁起。记者陈家文、赖维做高雄台南综合报道。食蒜头对身体好，好处是真多。伫云林市最近有蒜头得到云林优良农产品的认证，也做出真侪蒜头相关的产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云林市的农民林丰志转来高雄了后，就开始推广家乡的蒜头，而且佮打造一个品牌海味蒜，得到云林良品的认证。因也一直推出新的创意产品。我们在去年就已经参加评选，一直到前阵子不久才拿到这一张证书，得到云林县政府的认可，这样子他会帮我们来。将我们海口这边的蒜头推荐给大家。为着要让大家更加了解食蒜头的好处，林丰志也推出线顶平台，伊也把蒜头的模样翕起来，详细绍介各种得到肯定的产品，忙把4号的蒜头推销出去。我这边就是透过过去的经验，
就架设了一个网站，这样子就可以协助大家将相关的产品上线。那之后，它可以直接在云端在线上360度先看各个农民的蒜头。西湖是蒜头的主要产地之一，林丰地也希望透过这款经营模式，让愈来愈多人支持这的蒜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今仔日和日本的京都签订协定书，两边的市长透过视讯来签约，希望两个城市会当互相交流、互相帮衬。有日本高度之称的京都市，不管这点或者是清水市、福建道、和新社等景点，拢有名。七十京都甲高雄签订协定书，未来两市会在运动文化等提升联系、互动交流。高雄与京都的缘分，早在100年之前，以京都右京区高雄山为名来进行改制，也奠下了双方在历史上深厚的牵绊。甲过去签订这卖市的概念无同，这卖市范围较大，毋过交流领域无限制，有时以交换学生的方式来交流，毋过协定书锁定特定领域。以即摆来讲，初期以马拉松野球为主，后续推广到传统技能、文化等领域。馬拉松、野球といったスポーツの分野、さらに京都の蘭電と高尾のメトロとの交流などなどを行ってきました。台湾和日本在近年来地方县市间的交流非常的密切，友好交流协定的缔结数量每一年增加。市府表示，选定京都也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两个都市已经100年缘缘，高雄日本发音甲旧名打到真同。当初改名时阵，才以京都市右京区高雄山来复名高雄。记者综合报道。连续7年拢摕到南投县杰出演艺团队的李正峰歌戏团，伫今年下半年会伫咧南投巡回演出。所做的戏文毋但有地方的历史，也有在地特色。咱这回对着阿段李正峰老师来去游赏皇宫。今年顶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侪活动拢停办延期。南投在地李正峰歌戏团伫下半年要推动乡镇的巡回演出，播这出碧鸟雕凤有报道。伫演出时，佮改编歌词，推销在地观光，融入在地特色，在地的一些农特产或是他们的观光历史。那今仔日阮伫咧草屯呢，这个歌词就会写着讲，草屯出名草下墩，也有宝岛时代村，麻糍好食，芳骨醇。在新野庙世界第一尊，甲歌词结合南投真群历史，写出在地特色故事，观众拢看甲真欢喜。就算伫疫情期间，乡亲也是真热情，做好防疫措施来看戏，甚至阁有民众专工为北部落南来参加。我觉得不管是本土或是走京都市的路线，我们都会很支持。因为老师演出很好看，然后就是让年轻人可以更多就是学习的文化。然后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服装都是就是颜色也多彩多姿。李正峰歌戏团表示，希望透过凤凰下凡的剧情，替台湾带来好格调，毋望疫情会当赶紧结束。接落来10月初2也有精彩演出，希望民众小少来看戏，用艺术推动在地观光。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灿事，这粒风台对台湾的影响是继续伫咧提悬。嘉义县政府为着要提升民众防灾的概念，伫咧9月21国家防灾日进前，配合消防局伫咧大会场设置防灾顾步专区，希望方便民众准备这寡防灾工课。甲灾害发生的时阵，需要准备的物件放入去袋仔内底。国家防灾日进前，嘉义县配合会场成立第一个防灾无助专区，希望加强民众的防灾意识，嘛方便准备。如果真的发生灾害的话，在同一个地方就可以全部购买到，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来选购东西的时候，马上的他就知道说避难的需要的有哪些东西这样子。嘉义县消防局讲，这是第一届配合会场来做推广。除了希望民众保持防灾态度，嘛希望会当透过这个示范点，互各乡镇的卖场来了解，替嘉义县增加更较侪防灾无助专区。希望各店家呢能够配合成立一个防灾物资专区呢，让民众呢
有机会很顺利的呢来完成这个防灾物资的一个准备哈。为避免风台带来灾害，家己全国乡镇的防灾设备嘛拢做好相关的准备。县政府呼吁民众，家己捌因为地动风台造成灾害，民众有好的防灾意识，才会当伫灾害发生的时阵，替厝内的人甲家己增加安全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嘉南到新竹是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苗栗到云林是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嘉义到屏东是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宜兰、花莲、台东是对26度到31度。伫咧平湖、金门、马祖是对26度到3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